姐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讯息132首。耶稣听我，我知民。耶稣听我，我知命，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婴仔随两只，耶稣话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伊有时，有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我伊洗净，予伊洗行入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三当听，你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路边，伊要带我见天父。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先伫以西结书对第25章开始，连续讲到7个国家，包括阿文、摩押、以东、非利士。26章到28章讲到泰尼，阁有西顿。对29章开始要来讲的是埃及，一直到第32章。这段也是用真长的篇幅。这个日期是对狩猎的第10年10月12号开始。看见上帝要用刀剑，互埃及拍远40担。然后，阁有狩猎第27年，有看见巴比伦要将埃及来掠走，甚至逼迫巴比伦伊伫泰尼所无法度得到的，上帝要用埃及做因巴比伦的战利品。然后30章是哀歌，讲到巴比伦拄灭埃及的时阵，要为埃及来唱的哀歌。阁有讲到狩猎第11年的1月初7，上帝要扶持巴比伦，打败埃及的这个双手。阁有31章嘛，讲到埃及要亲像亚述共款，拢要亲像大樟树互错掉，来坠落掉，踮伫阴间。然后这个中间有一个时间，就是狩猎第11年的4月初9，耶路撒冷的城墙去互攻破，阁无到1个月，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受毁坏。所以这咱讲是一个真要紧的时间点。总是讲到埃及，阁包括第32章狩猎第12年所做哀歌，就是巴比伦又完攻击法老王，埃及也要拍远。阁有32章17节讲的埃及遮个军将拢要受抬落阴间，甲遮个列国因的阴魂遮个阴魂做伙当倒伫阴间的所在。所以咱对29章一直到32章，会当看到这个时间甲这个时间点甲内容有啥差别，但是会当帮助咱来简单的理解。昨咱所看的28章，是讲到对泰尼的审判，因为泰尼王的骄傲自高，上帝要审判，甲西顿共款。今日咱继续看的是29章，咱要看的29章1节到16节是讲到埃及的罪恶，然后29章的17节到21节是讲上帝要用埃及做巴比伦因出来相战的这个战利品。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的经节。第一节，
第10年10月12，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着对埃及王甲埃及全国讲预言，指责因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埃及王，你亲像美伫河里大海怪，我要甲你作对。你捌讲尼罗河是你的，是你做的。我要用钩仔钩你的牙槽，互河里的鱼卡伫你的篮。我要甲你甲卡伫你篮的鱼，拢对河里游起来。我嘛要甲你甲河里的鱼翕伫旷野，你会死伫野地，无人甲你收身尸，无人甲你埋葬。我要互你做地上的野兽，甲空中飞鸟的食物。安尼所有埃及的住民就知我是上主。咱知影埃及真出名，就是因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拢是遮个法老历代王朝的法老，因为着要将家己来死以后的这个身世甲后事，要好好来安排甲处理。但是写上帝竟然对这个法老讲，无互伊住伫金字塔的机会，甚至是要死伫旷野，亲像掠鱼的，将这个鱼对海里、对河里掠起来以后，煞等伫旷野的中间，就互伊安尼来拍打，来安尼来离开水来死。这段是照这个时间点，是伫埃及的这个法老，是叫做何弗拉。何弗拉，伊是沙米士的囝，伊大约是伫主前589年到主前570年，做埃及的法老，是第26王朝的这个统治者。总是伫亚里米书44章30节，嘛有讲到这个法老的王的名，就是何弗拉法老。因为上帝要将伊交伫伊的cứu赎，就亲像上帝将西底家王交伫伊的cứu赎，尼布甲尼撒王的手头共款了。所以伫亚里米书第44章就讲到这个法老王甲西底家王，拢要败伫甚至死伫巴比伦王的手所以伫亚里米书甲以西结书，拢讲到这段共款的预言。以西结书又讲到埃及的这个预言会当分做7段。这对开始甲后壁的时间头前后差16年。对狩猎第10年10月12到狩猎第27年的正月初1，所以不管这7段内面，因的文体甲内面的内容无啥共款，看起来有诶嘛有颠达，但是这个16年的时间中间，是无共款的背景所发出来的。然后以西结用占几本12分之1的篇幅。因为拢总48章，加埃及就占了4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个预言，所以也看起上帝对这个埃及这个国家，因对以色列的影响实在真深，所以上帝有真侪这审判甲预言要对因来讲。伫主前568年到567年，巴比伦的军队来灭掉这个耶路撒冷甲吹罗以后，就来开始攻打这个埃及。最后是这个法老亚摩西斯二世来屈服，所以伊也献真侪遮的礼物贡物，来献互巴比伦。所以也讲这个埃及就真做是巴比伦，因要去战这个太尼，无战赢，但是因上帝用埃及做巴比伦的战利品所以这段的历史原来真长，咱当对真古早埃及中王国，是亚伯拉罕因为饥荒落到伫埃及，然后是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然后因伫埃及徛起架骹有430年久的时间，一直到摩西带因过红海出埃及，甚至所罗门王的时，佮带埃及法老的查某囝。总是伫这个南北两国分裂的时阵，埃及王也来攻打耶路撒冷，甚至到希西家王要借埃及来抵抗亚述，但是先知以赛亚去甲希西家王来警告，一直到伫这个约西亚王是去互尼哥来
来抬死啊，因为这个埃及要去拍巴比伦，约西亚王出来阻挡，结果死伫埃及的这个法老尼哥的手头，所以约西亚的囝约哈苏去互掠去，甚至立伊另外一个囝约雅金来做埃及的傀儡啊，这是咱真所有看到的。然后讲到伫即个无偌久以后，就是即马读到29章的即个事，埃及的法老何弗拉，伊就来洗扫西底家王要背叛巴比伦。西底家王，已经拢兵临城下，因为埃及的即个狩猎第10年10月12，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来围困耶路撒冷城，已经一冬半，已经包围因一冬半的时间，但是西底家王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伊个咧上空上芳，佫想要来找埃及做救兵，想要来挖靠埃及，但是伊毋知影讲埃及其实嘛是毋是无像伊所碰火遐牛遐厉害。但是西底家王无爱相信先知亚利米，无爱相信先知以西结，伊煞要相信即个埃及王碰风的话啊！直到佫无到半年的时间，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去互攻破。其实伫即个进前，埃及伊嘛有300年的时间去互外邦人来统治。所以伫这300年统治了后，因这个埃及王朝又在复国佫开始，所以这个王就非常的臭屁，认为讲伊是神明，甚至伊是拥有上帝伊的这个埃及的神明，互伊会当佫转来，所以伊将家己看了过头的悬了。咱继续看第6章后壁，上主佫讲埃及人。你对以色列人讲起来，不过是一支罗迪怪，因用手举你拄头骹，你就破开，伤着因的肩头，因的身躯靠你就断去。互因的腰闪着，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我要互恁拄着战乱，人甲精神拢要互倒台死。埃及的地要拍远荒废，安尼人就知我是上主。埃及对即个以色列，也是对犹大即个影响，实在是非常的深。互即个西底家王，安尼深信不疑，想讲，伊要讨救兵，伊无法度，伊若要脱离巴比伦的手，就要找埃及的帮忙。但是即个埃及，甚至即个法老，伊自高自大，伊认为家己是神明，即个河是伊的，甚至是即个法老王伊家己所做。所以上帝伫即个所在，讲上帝要来刑罚伊，因为伊空嘴暴舌，空口说大话。其实伊不过是一支芦笛，因为尼罗河有很多的在芦笛芦苇啊，但是内底是空心的，毋是真正迄个黑门山山顶的迄个香柏树遐尔啊实在，遐尔啊实，所以因这个空嘴暴舌，上帝就要来刑罚伊。第9节后壁，因为埃及王夸口讲，尼罗河是我的，是我做的，我要甲你。以及你的河流作对，我要互埃及的土地对北部的密夺，到南部的色芬尼，一直到古实的边界，全部拍远荒废，无阁有人还是野兽经过。40年久，埃及无人徛起，我要互埃及变做世间上拍远的所在，互埃及的城镇变做上荒废的城镇。我要甲埃及人赶散去列国。四散伫列邦40年久，则上帝通过先知以西结的喙甲语言，清清楚楚来指出埃及法老王伊心内的骄傲，甚至上帝连地点、时间讲拢真清楚。伊要对东边的巴比伦派军，遥远要来攻打埃及，甚至等。上帝讲要互因对密夺，一直到色芬尼，就是这尼罗河的下游到中上游啊，拢要完全的荒废，甚至是有40年久的时间，一直到伫这个古实的边界，就是咧到伊索比亚的所在啊。
所以上帝这个埃及5000年前是离咱即满5000年前就是古文明这个大国。但是呢，上帝因为这个埃及的骄傲甲因的自高，上帝要互伊一直救，一直救，互伊回不去了，无法度个定心起来。虽然这个国家要上帝留的，但是无法度个回去到过去以前，因为当来起这个人面狮身像。起这个金字塔，因为当用这个数学、天文，遮尔啊强，遮个知识，甲能力，上帝都要甲因提走去。13至关的上主安尼讲，40年了后，我要自一受放逐的埃及人，带因对受掠的所在，转来因的本居地巴德罗。伫遐，因要成做弱小的国家，是列国中上微细的，袂当阁统治别个国家。我要互因衰烂，袂当阁管辖别个国家。埃及袂当阁做以色列的靠山，只有互以色列想起因倚靠埃及的罪过，安尼，伊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历史上并无一定会当看到，还是找到讲埃及安怎去互人四散40年啊？但是这个40年大约会当推算，就是对主前568年，就是巴比伦攻打埃及，拍败这个法老了后，大约一直到这个波斯王古列起来，然后佫开始来接，安尼是主前530年，大约是38年到40年过的时间，所以这个埃及一直拢去用压落底，所以巴比伦过来就是波斯，那个波斯呢，佫管埃及管了200冬2个世纪左右，那个波斯呢，甲埃及压落底佫起来，就是希腊，这个希腊佫起来就是罗马。所以这罗马就几千年，所以这个埃及就好像这个咸鱼无法度个变身啊，伊伫历史上过去遮尔大个国家，甚至以色列亚伯拉罕因拢去到埃及雅各拢走去埃及来投靠，佮有约瑟做因的做因的宰相，但是这个历史都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上帝讲满40年了后，上帝要阁将四散以色列的人民，招因转来到因的本地，互因会当转去到因的故乡。但是呢，埃及煞无法度，阁真做大个国家，所以上帝要互因转去，转到。埃及狩猎的人买当转去，但是呢，因只会当真做弱小微细的国家。17节，第27年正月初1，上主对我讲：恁主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攻打泰尼，巴比伦王甲伊的军队出力苦战，逐个人拢落头门、筋头、扭皮。毋过，因拢无对泰尼得到性命，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要将埃及的土地交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要抢埃及的财物，将因的资源抢了，才会战利品要做因的军队的报赏。我要甲埃及交互伊，当做伊的工钱，因为伊的军队是为我做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迄时我要互以色列忠心，嘛要互你以色列搁再开喙伫因中间讲话，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对最后17节这个时间点，搁跳到狩猎第27年就是主前的571年这是犹太历的正月初1第四历阳历就是4月26号。这个中间咱会当看到头前讲到3章，讲到泰尼的代志就是26章、27章、28章咱有讲起巴比伦王一直要来攻打伊。但是呢，拍13年，对主前585年，一直拍到主前572年，3年过中间，就是一直无法度将泰尼这个小小的国家，该完全的摕落来，因为因的这个地点，甲因的这个因的这个城镇，实在是
伤坚伤勇啊，直到巴比伦伊无法度甲伊厝落来。但是伫这段历史的中间，嘛有看到巴比伦王战了真辛苦，甚至呢拢头脏拢拉了，秃头，然后呢肩头嘛溜皮。就是做甲少年做甲老啊，甚至呢，这个溜皮就是爱跟遮不管是头也好，石头也好，要来战争也好，还是要起厝也好，真正拍13年久的时间。但是上帝讲，别互因双手空空转去，因的战利品是啥呢？因的战利品就是埃及啊。所以埃及伫主前568年，到567年的中间，去互巴比伦来攻破，所以埃及就投降，所以埃及就送真侪的礼物，互尼布甲尼撒王，这就做伊的这个战利品咯。但是当这个代志来发生的时阵，上帝讲到迄日，埃及毁灭的时，这个拍败的时，上帝颠倒要互以色列家来壮大。要互以色列家来搁一摆搁强盛啊！这个壮大的原文就是伊的角搁生出来，脚又长出来。所以这个角，有的人认为讲这个角，是毋是这个所罗巴伯？嘛有人认为讲这个角就是指弥赛亚，是指耶稣基督。但是伫遮讲一点，迄个时呢，以色列就当搁再开喙伫因中间讲话哦。所以咱知影以色列当时袂当讲话呢，就是一开始以色列书狩猎的第5章，但是呢，到狩猎第27章，安尼呢，遮久的时间，是毋是上帝拢互伊袂当来讲话？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有3批的狩猎，头一批是但以理主前605年，第二批就是以色列主前597年，第3批就是586年。耶路撒冷嘛是来陷落，但是伫头一批狩猎70年了后，就是536年，是头一摆狩猎倒转来，上帝互因搁一摆来强盛啊！互所罗巴伯带5万人，登到伫耶路撒冷。伫即个中间，就是以色列狩猎，伫主前592年，就是第1章到第7章，伊看见这个异象，上帝互伊变做下到袂当讲话。588年，以色列书的第24章，耶路撒冷向包围，然后伊的某来死去，来指出以色列因受毁灭的时阵，因着袂赴来哀哭，嘛袂当来哀哭，这是对1章到24章，然后到585年，就是这个即马先知以西结，伊讲的这个预言，要来成就，就是耶路撒冷受毁灭时阵，伊就让过来开喙来讲话，这是到第33章以西结书的33章。这个25章，所以对25到32章，就是讲到这个外邦的7个国家受审判的过程咯。所以先知以西结，原来爱忍受真侪这个痛苦。最后40章到48章是先知以西结看见圣殿的异象，是伫主前572年左右啊。这是最后讲到以色列的复兴甲因的将来。这也是伊个世界书的最后的第3个部分啦。然后这个中间呢，咱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做王的时间原来也真长。对主前605年，一直到主前的563年左右。但是埃及的王何弗拉，嘛是伫这段时间来做法老对主前589年，一直到主前570年，这段时间也是法老，所以伊一直咧影响着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国这个政治的版图，所以这也是这个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所要来讲起的。何弗拉后面就是另外一个亚摩西斯2世来做这个法老。所以这段时间呢，其实呢埃及伊就愈来愈衰微落去，然后甚至到最后因就无法度变心回不去，以色列嘛无够需要找因来做靠山。
这个中间就是咱讲的巴比伦来围攻泰尼拢总有13年久的时间就是伫这个埃及王何弗拉最后无法度摕到这个催路就去对埃及来讨这个战利品然后伫狩猎第27年上帝互伊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因要狩猎倒转来这个异象也是伫耶路撒冷已经受毁灭了后，到主前567年，巴比伦攻打埃及，所以埃及就是去互巴比伦来打败，然后搁去互波斯来占据，所以先知以西结是伫即个中间才会当开始来开喙来讲话才会有言。今日这段圣经虽然有真侪这历史这记载，也是这国家甲这政治甲这地理，但是也互咱看见上帝伊的全能甲专制甲伟大。伫这历史还未出现之前，上帝就已经通过亚利米也好，通过以西结也好，已经来讲到这国家列国，有先知以赛亚因所要拄着的代志，也互咱看见以西结这本册。真正是上帝所做工的这记录。今日我要选的经句是第29章第16节，埃及袂当搁做以色列的靠山，只有互以色列人想起因挖靠埃及的罪过，安尼因就知我是至高的上主。所以咱袂当拜钱财，搁拜上帝，袂当侍奉钱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咱毋通用金钱、世界做咱的靠山，咱颠倒爱倚靠上帝。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学习甲感受就是，毋通摒弃乱投医，甚至毋通请鬼摕药单，会将这会愈来愈害。咱看见犹大国。当已经要灭亡啊，已经向人围攻1年1冬半，竟然阁笑想埃及要会当救因然后不自量力的法老王讲家己是神这条尼罗河是伊的，是伊创造的，伊袂当救别人，甚至连家己的王朝嘛拢做伙去互灭掉。所以愈危险愈危急的时阵，咱就愈爱冷静。愈爱钦调主倚靠上帝，毋通变质乱投医，搁较毋通请鬼摕药单，毋通互咱受到环境对摇动咱对上帝的信心。今日是10月初7，伫1944年，这个纳粹大屠杀，因为这个集中营的中间，知影因要受台开始来反抗，总是呢，颠倒引起迄天的大屠杀，是伫1944年的10月7号，其实阁无偌久，这个纳粹希特勒要战败啊，但是呢，原来牺牲真侪人的性命。2001年，这个美国为着要报复盖达组织因所发动的这个恐怖攻击，就是911，所以因就来发动这个阿富汗战争，是伫10月初7。1955年的10月初7，是这个大提琴家马友友的生日的，是今年是70岁啊。今日拜二，是咱中秋连假已经结束，要上班甲上课的日子啊。嘛求上帝带领咱当出入平安。这礼拜只有上班上课3天，然后搁要休3天啊。今日暗时嘛有敬拜部门祷告会的祷告组的会议，也求上帝带领。今日的祈祷，咱要用耶利米书46章27节。上帝讲：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吓，以色列毋通惊。我要对远的所在来拯救你，对受掠的所在拯救你的后裔。雅各要倒转来，要得到平静安稳，无人互伊惊吓。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拄着大风大雨的时阵，有主成就咱的瓦革，咱做伙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你，伫今日的圣经在中间，愿对历史，愿对上帝你的列理，知影你的全能，甲你的伟大。愿上帝帮助阮，互阮有信心，瓦靠你，不管平静还是顺境也是逆境，阮拢会当投靠伫你的十股的下面，得到平静甲安稳，一世人来徛在瓦靠用坚固的信心来钦调主，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瓦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32首，我心俄罗主。
心阿乐主，阿乐上主生命，我心阿乐主，伊带我到永远，我心阿乐主，阿乐上主生命，我心阿乐主，伊带我到永远。主赦免你拢总的罪过，伊好你拢总的比听，求你生命伴你是无，用因爱主比罪你免留，我心阿乐主，阿乐上主生命，我心阿乐主，伊带我到永远。上主怜悯阮殿，无快受气有风声之怕，伊无照咱所犯罪过款待咱，无照所犯的假使报应咱。我心阿乐主，阿乐上主生命，我心阿乐主，伊带我到永远。亲像爸母早有听因的囝儿，上主也怜悯敬畏伊的主意，因为伊知咱的体质，笑了咱是托付。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的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